学，小白多来这边上厕所了。哎呦，头发很帅啊，哪边剪的啊？啊，不错，很壮啊。重点的真理。水中的离子反应。重点的真理。干！操你妈！什么靠？我念。中毒生是指16岁以下无办法完成国民中小学义务教育的青少年老儿童。不过一下，各县市就有强迫任何委员会，加定各方力量，天数清转中毒生。那个唔想转到原来的学校读书。也是有适应不良的问题，就会有学校、监护人、法院、社工多方的评估，安排接受中介教育。有人讲，中毒生就像现在团体的资料的共用。爱到得了，强者双脚，强者下行，阮是为着马甲余下，用力拼出聪明，不管路上有个翱翔。老实讲，俺们是中毒生，像是超过16岁，也就是中介机构的一种合作式中途班，
是延世的教育单位结合民间团体资源，提供中读生符合普通老多元弹性课程的机构。我后来也老学几天书2年咧，不过没想到，就按你改变了我的人生。你毛黑都没回来哦，哪里耶？阿婆，是梦里安子谁？学姐，金针菇。拳打脚踢，什么收生？预产期还有2个礼拜，还好你拔刀相助。我老公都快翻脸了，他说我再不回家休息，他就要杀过来。可是学院里面人手真的不够嘛！拜托学姐，你不要这样讲啦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好不容易逮到机会可以翘课2个月，我开心死啦！而且我念社工校，我念4年了，到现在都还没有机会可以派上我这激活天赋啊！对呀，我就知道你跟我是同一款的，像我们这种快要绝种的鸡婆人，不好好利用怎么可以？好了啦，好，我带你去参观，趁着长官还没回来，学生也都在上课，哈。对，这一边呢？来，这是厨房，我们3餐都煮的，有的时候呢还做烹饪教室，好棒哦！这个呢是学生活动区啊，你看，撞球台、乒乓球桌什么都有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！这边都是术科教室。金毛，你来了。废话，不然嘞，看到鬼啊！我今天早上打手机给你，你都不接，打到家里，阿婆说你都没回家。我回去阿婆都睡了，怎么知道我没有回去啊？好啦，没事就好，去上课。哇，金针菇，阳光的孩子。那现在这边有几个阳光的孩子啊？6个。啊？6个。就6个？不对吧？就算只负责一个行政区域，也不会只有6个人而已吧？哦，对，明天还有一个转介的会进来。再一个，7个哪有比较多哈？当然不止啊，这个是要扣掉没有通报辍学，学校根本放弃的；再扣掉通报了也找不到人的；再扣掉家长连这里也不想让他们上学的；再扣掉家暴、性侵、不适任的家长；再扣掉没有家长监护人的。因为学生要住中途之家，像我们这样合作式中途班，学生是需要家长或监护人的同意才能入学，所以还要再扣掉来到这里适应不良的，再扣掉呢严重行为不良的，我们也无能为力，或者呢进少年监狱的。反正来这里的愿意上课的都算是有一些学习意愿，最起码他们还有家庭。哎呦，来啦！这个狗主耶，他就是我们学园的董事长，也是我们伟大的创办人普罗阿婆的先生，普罗阿公。普罗，PRO professional 就是专业内行的意思啊。跟你说，普罗阿公不只是普罗，他简直是 super pro， 这么厉害啊！哎呦，何止厉害，简直就是传奇！我跟你说，普罗阿公今年年初才因为肝癌2期切掉了1/3的肝。我还没说完呢，这是他继血癌、淋巴癌、甲状腺癌、
罹患的第4个癌症，而且他的2个儿子从小就猝死，所以普罗阿婆才会致力于中途学校，想要帮助其他的孩子。结果3年前，普罗阿婆又因为车祸意外死了。你看，普罗阿公经历了人生这么多的变故，再加上几百次的化疗都没有被打败，整个人光明正向、积极又亲切。我简直不敢相信，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人存在？这样是人吗？简直就是完人！你，你这什么反应啊？是那个吗？对，就是他。买是不是？啊，来点一下，啊，跳上来。那个被冲凉的，听说是普罗阿公的义子，是我们以后的教头、训育组长。你的 boss 哦，长官哦。我长官哦。你洗头塞个塞断呢？啊，你真用啊？去参加爱发钱呢？你做乜街啦？你答應做嚟攞埋天數嚇，你是條洗就洗到人唔充嘅。佢唔公嘅啊！有冇答應？在旁边呢，化修加油的呢是我们的主任，好，董事长呢，就是拿水管在行刑的普罗阿公啊。阿公，排泄哦，我耳朵磨痕啊！哎呦，姓蒙尼，来，廖是。她就是呢，我跟你说那个最够义气的我的学妹玉秀。安瑞琴嘛，以前安太贤哦，都不用安太岁了。講好，歡迎來到陽光學院啊！愛學院哦，乜嘅都冇，愛的教育。對。阿公，愛的教育，你剛剛不是拿水管在行球？在新人嘅面前，唔好講啊！經驗強人哦，會教頭先嗌哦，神龍擺尾啲，一下就 KO 了。不好意思，刚才等一下哈。今天有新成员进来了，我把那个工作重新分配了一下啊。正义呢是我们的体育老师兼训育组长，好，他暂时帮大妈负责课程安排的工作。艺秀呢，好就负责协助正义，好，然后呢也帮学生那些漏掉的课程去把它补回来，好，兼做一些心理辅导的工作。好 ，OK， 大家为了阳光学园来，我们一起努力。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啊？还有冇嘅其他嘅事情冇講嘅？今天学员到齐了吗？东东还没来呀。这样啊，以后学员出席你负责。不行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今天学员到齐了吗？东东还没来呀。这样啊，以后学员出席你负责。不行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因为唔可以签好啊。唔好啦，好3年事情都本来好3年去下來，係冇？捱住您呢，唔好啦。不是啊，叫东东要有點技術，因為他根本起不來，他每天晚上都要送我打電動。係啊，對冇？佢多麻煩啊，佢個冇好，廖有錢啊。其實呀，唔係冬天嘅，十二哥年度呢啲厲害啦。前面可以醫院檢查喎。醫院同有乜關係啊？去接東東來上學，讓入醫院醫啊。好，那個好，我們學校就靠大家，好，我們一起
把它再创一次高峰。好。对，那个告诉你啊，以后有什么事情啊，可以问我。大妈不在，我最老资格。好，加油啊！金城姑，吟是天咁嘅派色啊，春来好言，你老后啊，佢咁乱事在，乱子便宜，而生老外讲，我会好好教训佢。因为啊，主任叫侯国祥，客家话就漏黑了。讲一遍，漏黑，讲得比我好。大傻很矮啊，谁叫我啊？你们都知道我要去生小孩嘛？啊，是中辍同学吧？我空庸好不好？中辍是不告而别，我是请假，顶多算是休学啦。好啦，拜托你们给点面子，我现在要介绍2位新老师给你们。第一位呢，在我离开的这2个月，他会代替我好好的陪伴你们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欢迎新老师那个张玉秀老师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很漂亮哈、哦，她长得好像金针菇。你怎么知道？我都叫她金针菇哎，真的很像吗？哦，好啦，班上同学都叫我仙女啦。真的很像哦。她是他们班的班花哦。我知道啦，你们对美女都会特别的给她照顾啦，就像当初你们对我那样。不好笑吗？好了，那我们来欢迎下一位老师他呢以后是你们的教头不是。训育组长也是体育老师哈，然后呢，他以前也是我们学员的学生哦。我们来欢迎张振玉老师，掌声鼓励！哦，帅哥，光头哎！操你个孙中山！什么？好久不见。我是之前这里毕业的，然后提保进大学，然后修了教育学分就回来这样子。很厉害，东仔，我们的仔炮啦。喂，回去啦。等一下来家啊。你干嘛啦？以后上课不要讲电话，把手机都交出来，哦，放学再玩你们。下课的时候。还有那个什么，电脑啊 ，PSP 嘛，以后上课迟到，看漫画、讲电话、打电动，都照规矩来。当风啊，肩好痛哦，2点开窗花海洋。大哥读书忙工作啊，哎呦，就是忙人啊。还好水呢。我等等好好，肩好痛啊，2点开窗。学姐，我真吃很饱哎。好啊，我就怕你将来2个月会吃不饱，所以今天好好的慰劳你一下。太夸张，你很爱吓人哎。等一下，现在这边是怎样？这么乱不用收。没关系啦，等一下我叫教头，叫他们学生自己来收就好啊，没关系，走。那吃饱的学生呢？在那边抽烟呢。
哎呦，来啦！学姐，等一下，这样不会管太松哦，烟都可以抽。哎，抽烟是有规矩的，一天哦最多不能超过2根，抽多了就要劳动处罚。啊，如果戒烟成功，就给他记大功1支，还有奖品哦。学姐，这样不会引起争议吗？你知道现在那个烟害防治法实施不是都有？关于这点，我反而很佩服普勒阿公的决定。你想想看嘛，与其让学生私底下偷抽烟，还不如光明正大让他们抽，我们还可以管制啊。如果为了抽烟问题引起师生不必要的冲突，太划不来了。我们要让他们愿意来上学，我们才有机会改变他们，对不对？哎，关于这一点你慢慢就会懂的啊。你只要记住，你一旦接受了他们，就要接受他们的全部。哎，不论优点还是缺点哦，有没有？懂了没？哎呦！哦，后面一点，下面。哦，爽。很脏耶。干嘛？你真的要走了？很厉害。你这个礼拜一定要把99乘法表背好哦。我会教他啦。小星星，爱哭包。87。不知道。56。小杨，那咪嗨。小饼干。哎，你们都是我儿子的干哥哥干姐姐，你们不让我老咪嗨不抱完，我就不生了。我是高龄产妇哎，来老咪嗨。很恶心哎，不要哭了。好。恶心死。不一只，来，该你了。来，老咪嗨。不一只，你不要再不了啦。我看到比你瘦，你比我胖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大妈？你们娘哎，哭什么哭啦？我本来就是娘啊！我要是 man 一点，你就完蛋了。金毛，那咪嗨。不要。金毛，你要乖乖上学哦。心情不好，你就打电话给大妈，哈。不要，你去抱东东啦。东东，那咪嗨，东东，你不要一天到晚在家里当宅炮哦。有空就出来走一走啊！不要哭了，小星星，小星星，来阿达77，48，49啦！哎呦，谁有面子的？要走赶快走啦！我刚刚大便都用完了，谁有面子啊？你们要乖哦，不是要乖哦。你不懂的，他们很可爱呢。什么？这样很可爱？哎，刚才金毛那什么态度啊？很冲哎！我觉得他一定是以前
前老师说那种顽固分子，对不对？你不知道啦，他们抽烟的时候，只有亲妈一看到我过来，他就会走得很远。我本来也以为他不喜欢我，后来我有一次听到他在骂其他的同学说：“大妈大肚子哎，你们抽烟不会站远一点哦，它里面有小孩哎。”真的假的？他是这样的人，看不出来。这些小孩毛起来装酷，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怎么处理分离的情绪。分离的情绪，分离对他们来讲就是被遗弃。他们从小不是妈妈不见了，就是爸爸被抓去关。他们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，只能够耍酷放狠话，把自己武装起来面对这个世界。学姐，我好惭愧哦。社工系都念4年了，还念那么多什么心理辅导咨商啊，结果我还是犯了最不该犯的错，把他们贴上标签。喂，你们东西吃完都不收的啊？是不是？跟你们讲哦，以后吃完饭，厨余该倒厨余，回收该回收就回收啊，碗筷自己洗干净，听到没有？好。快点。阿达收。等一下，阿蛋不要收。凭什么叫人家做事啊？他资深。资深做资深的事情就好，以后每个人自己收自己的，听到没有？为什么不吃完？吃那么多？还是一样将是这样，不要吃那么多饭。这便当很难吃哎，你下次自己吃吃看。我吃的东西跟你们一样。干，这一个才6块。才6块，吃这样你们该偷笑了啦。政府补助，教育局补助，纳税人的钱你们珍惜一点好不好？干，又不是我的钱。这么没意思，唔好吃咩？不想吃以后不要吃。不吃就不吃啊！什么态度啊？来，上课了，时间到了，能不去上课？那老师都来了，进教室哦，进教室。你自己收。进教室了，赶快进教室，双头。哎，男人有难命，问某谁叫谁枪？你怎个啊？不是上阿东啊？我唔讲唔该尿的啦。周行长做好耳语，周行长去念者啊。总唔得本好长会知道，按人家做地，干人家做地。也就生人的哦，这3万的土数，除非帮你看谁小。哎，你会讲来啊？啊？那比你假说呢？啊？你讲法用做得好一点嘛？用的讲，那咩迄也电发到的主任呢？对嘛？做唔得安尼啊？啊，做啥呢？好戏蛮太。不过，老实讲啊，你刚刚对题目哦，太高铁了啦。俺就会按钮。不好意思。哎，你看什么看啊？啊？别粉丝哦，离那个小啦。张老师，好久不见啊！怎样啊？讲道理干嘛那么大声啊？刘大保护官，怎么了？怎么会来？你不要亏我的啦，我来找金毛的啦。江老师，麻烦你请金毛出来一下。金毛怎么了？这小子一直很不稳定，最近听说跟小公园那一票又走得很近。
刚回来要请你多费心一下。金毛，今天早上有一群少年在械斗，有人说是你带头去庙口挑衅，是不是？我今天一大早就来了，金针菇有看到。这位是？哦，他是我们新来的代课老师，大妈她去生小孩了。你好，我是刘景和，杨俊康的保护官。你好，我叫张玉秀。你好，刘官，不要什么事都赖在我头上好不好？我现在很乖。金毛，事实就是事实，监视器调出来一看就知道有没有。你现在讲实话还有机会，你已经有3张劝导单哦。你要是不肯讲实话，我真的会请法官直接把你送去感化教育。就没有嘛。好不容易去协商，让你保护管束回来读书，而且你一再保证不会让阿公阿婆伤心。你要是不懂得珍惜这一次机会的话，到时候你不要怪我。哦。妈，快点呐，走啊！白痴啊，到门口了还讲电话，好啦。快点呐！我知道，干这么久？走，早上走。教头再见。拜拜。阿达，你9乘8表背到哪里了？我背到6了。明天早上背7给我听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小心回去。啊，拜拜。教头再见。矫正太宽了，哦，矫正的时候是，哦，跟身体平行这样打，战斗姿势摆好，这样子，哦，不要只放下面，拳头没力啊，左拳身体不动，右拳动腰，啊。对的。那边。我跟你讲，不要刀嘞，听到是吗？什么屌娘妹的，干！喂，有没有受伤？玩成这样，告诉他这么多嘛？现在是玩的时间，对不对？嗯？在瞪什么？在看啊！大还小啊？屌娘嘞！不想这样走了。走啊！
進來感覺唔錯哦。樣咯，進來條件咁樣辦？哎，cái心底都有事再講出來，冇安尼決定，身體會出問題。有問題嘿？醫生講，癌細胞要擴散，伊還用幹啥？嘛緊用幹啥？出安尼啊？有做治療嗎？挨到兩腳踏起棺材嘅人，冇差。你進來，挨是可以放心走咧。講嘛該啦。嘿，嘛該講嘛該，喂，你進來吼，嘛該都好咧，啊，有冇？嗯。哎。哎，喂。玉秀转来了。哎，嘿啊，还忙死的。一上你吃得做磨盘啊，哑巴还得好搞咖啡。哎，Michael 冇送你转来啊？那有名单也送来转咯。用诶，用啥眼胶哦？冇可能。哼，冇当用牙牙打打呐，莫过像加本 Michael 嘅什么一大堆。拜托啊，我叫嗌你咩動到啊？講嚟聽啊。好啊。哎呀，佢按到。媽啥？佢種冇重要嘅事情，你按到做嘛嘅？給你知道嘛個事情還重要？報告校長，愛知道我。杜世瑤是范青葱哟。给他们江玉秀同学，要补习班的课宋冬用哎，要拜托福有信心考到吗？有，當然咪有。佢啷講哦，我根本去上課啊，我。遇到一個朋友，佢嘅頭大毛啊，染金色的，很酷哦。Michael，对啊，我下班了。在看学生资料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回家的时候，我差一点说溜子。你不可以跟我妈讲哦。拜托啦，我知道你人最好啦。好啦，我知道啦。哎，我先看，然后你早点睡。晚安，拜拜。
唔救我，你我唔救我。主任，你好。哎，贝玲。哎，曾毅，好久不见。哎，你回来了。对。太好了，布拉公就很开心。谢谢，哦，来，跟上，来介绍一下。马嘎。他是教育部的社工，好，佩玲，好，那个他是大妈的代课老师啊，你们可以多联络一下。你好，我叫江玉秀，我叫邓佩玲，你好。哎，小平来。这位是刚转进来的范小平，以后还要麻烦大家多多照顾。不过小平很贴心，很懂事的，对不对？嗨，你好，我叫玉秀。那等一下我就带你们到我班上看一看。好，谢谢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有新同学来哦，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互相认识，好不好？你好，我叫大胖，大胖的大，大胖的胖，请多指教。你好，我叫小杨，也可以叫我杨梅。这位是我大哥，叫做金毛，他是个不喜欢讲话的人。我跟大胖还有金毛都是混凤飞沙的。风飞沙是什么？凤飞沙就凤飞沙，你也没尝试。哦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至于我身旁这位美女，她叫做小星星。白痴啊！她混无名的。我知道你不知道，无名小站的。这位更厉害，他叫做余光华，恨魔兽。哎，魔兽我了，线上游戏。他是个哑巴。他也是个宅怕。靠背哦。阿达，讲话，换你了。我叫王高大，我混家里。家里好啊，我也混家里。小平，那你呢？操，你哑巴啊！靠背，我真要讲。靠背，我本来也要讲，还是不讲话。妈的，我们讲这么多你都不讲话。范小平，别以为我不认识你，国小人家都叫你林兄啦，也不量一下自己胸围几公分。小杨，不要这样，坐下。小平啊，我们先找个位置坐好了。哎，那个坐小新后面，小新人不错哦。太梗。爱到不啊你！小妹，哎，金毛，不可以这样子啊！打就打，再撞就撞。该要让你管哦。撞我东西耶！妈，你东西又是不东西的。谁要让啊？谁要？你别在这骂我！你当老大了吗？连女生都打，这样。大过一只了，就这样。哎，张老师，你不要动不动给他记大过好不好？金毛，你跟小平道歉。关屁事啊！来没多久，废话那么多。你跟老师这样讲话的，再大过一只啊！快点不用念。他妈，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你胡来在给你当老大。
刘俊哥，你给我回来啊！赵老师，赵老师，我在教学生，请你不要插手，听到没有？我迄件也唔拉，唔过我无了解地方做得搞我啊！没办法啦，这间事情做较好调的啦，还有他清楚无？你凭什么要我们替他想？你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吗？你爸杀人做好吗？你爸打你长大吗？你连妈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吗？什么同理心啊！小姐，你来拿衣服哦。你刚搬来的哈。小姐，小姐姐。断气了，我本也求他。多忠心的眼，只有呀只有，不可少你我，连多少个人来做，汉江归唔得。